大家咧睇一套咧一線無遮擋嘅高爾夫球場景觀嘅單位嚇。咁呢一套單位咧係120平方嘅4房嘅單位，全屋大精裝修嘅，位於中山嘅城區。首期20零萬，月供4000蚊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而家開發商咧仲送你一個產權車位啊！而家港車北上啦嘛，好多朋友仔中意揸車翻嚟內地玩嚇，同埋咧送你家電6到8萬嘅大禮包啊嚇！嗱，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哋嘅戶型啊，戶型方方正正，同埋咧呢邊嘅配套已經好成熟噶啦，10分鐘可以去到中山嘅一個 Coco City 同埋咧富力城商場嘅嚇，而且咧翻香港咧亦都係好方便嘅嚇，可以去到布朗中山坐新中跨市巴士啦，同埋旁邊咧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啦，1個鐘都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如果唔想坐車嘅朋友咧，亦都可以坐船嘅嚇，15分鐘可以去到中山嘅新碼頭，1個鐘就可以翻到香港嘅尖沙咀噶啦嚇。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聯繫 Lily 過嚟實地睇睇啦。